經書講，在那個前年19、16節，係每年查問上帝嘅話，或者查問佢嘅命令，都照顧佢嘅生命。但係每年欠佢嘅命令，欠佢嘅話，都擔佢嘅後果。意思你哋講到死啊，都冇羅行意思，唔欠錯嗱。意思是個得到切路，嗱，即係用緊是個冒險上帝嘅命令，查問嘅命令，是個得到生命。可能攏總兄弟姊妹，世間你哋知道，生活本一痛苦，本一逼實，本一煩惱，乜都冇路行，乜都冇辦法，只有屈頭路量。但係我一講，攏總兄弟姊妹聽，你查問上帝嘅福音，查問嘅命令。是家要生路得，因為在這個詩篇119 805節咁樣講到，上帝嘅福音，上帝嘅話，就係自家嘅燈，自家腳步嘅光嘅路途。嗱，聽上帝嘅話，聽上帝嘅命令嚟行，佢嘅命令即係何必了自嘅光路，本嘅腳步行，何必自嘅燈亮。照自己嘅路途，自己世間的思想咪行到啲暗路，意思暗路咪計冇辦法嘅路，自己屈頭路，去到冇生嘅路，加咩逼實嘅路，兩咩加咩就係逼實嘅路，佢就係唔強嘅路安度，係講聽上帝嘅命令嚟行，照佢嘅法嚟行，佢嘅法就係自己腳步嘅光嘅路途嘅路，即係讓人自己咧都係要入謙卑嘅心，信任嘅法。聽嘅法嚟行，查問嘅命令，自家一天要前途嘅路，要平安嘅路，要喜樂嘅路，要快樂嘅路，要勝利嘅路，要得勝嘅路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們。